前橋的傍晚其實嚟得很快，明明天還亮着，街燈卻已經一盞一盞亮起來了。有時會覺得好像在提醒你，今日差不多要結束了。傑內走得很快，他一直走，不是因為趕時間，只要走着，就不用去想中午那些他聽不懂也插不上話的對話。只站在櫥窗前，玻璃裏的衣服很亮，亮得讓人不太敢靠近。他拉了一下外套，然後很快就轉開視線。冇坐在書桌前，手機螢幕亮着，畫面在動，聲音卻被關掉了。他看了一會兒，沒有關掉。鏡香站在陽台，城市的燈一盞一盞亮起來。他看着，卻想不起自己站了多久。後河一邊走，心裏默默在算時間。照這樣走，還要一段時間。知道還有多久，心裏就比較不會亂。那天晚上，有人在走，有人在看，有人只是站着。每個人都在自己的位置上，把今天慢慢收起來。他們都不知道，明天早上校園的廣播會響起，也不知道那其實只是個再普通不過的早晨，只是有些東西已經在慢慢靠近了。